大家好，我哋係一班關心精神健康嘅長者倡議者。嗱，今日有我 Thomas， 我係波子啊，仲有我啊，我係 Apple。我哋透過影像發聲呢個工作坊，用相機去記錄咗生活，分享我哋嘅故事。今日想帶大家走入長者照顧者嘅世界。呢條片會同大家分享3個照顧者嘅故事。波子啊，你覺得而家全世界正面對緊咩問題呢？莫非係極端嘅天氣？仲有呢？我相信係全球都面對緊係人口老化嘅問題。冇錯喎，隨住人口老化，我哋會面對好多挑戰啊。係啊，人口老化之下，長者要人照顧，而照顧者都要面對唔少困難，身心好攰之餘，壓力仲可以好大啊，甚至有機會出現抑鬱啊。不如第一個故事由我代相中嘅主角講下佢嘅心聲啦。先介紹下相中人 Joyce。Joyce 喺親人離世之後，將佢用過嘅輪椅轉贈俾有需要嘅人。喺呢個過程入面，佢回想翻從前照顧嘅點滴，諗下仲可以點樣做得更加好。最令佢遺憾嘅係，唔淨係喪親嘅痛苦，仲係喺社區裏邊呢方面嘅支援唔夠啊。例如好多長者唔捨得掉屋企嘅物件啦，搞到間屋堆滿咗雜物，到要整理遺物嘅時候，照顧者面對嘅困擾同埋壓力就更加大啦。喺呢啲情況之下，可唔可以有社區服務機構上門幫手處理呢啲遺物？一方面清下雜物啦，減少睹物思人帶嚟嘅負面情緒；另一方面喺過程當中提供咗情緒支援同埋陪伴，減輕咗照顧者嘅負擔。呢樣嘢相信大家都會有共鳴。聽完阿波子講阿 Joyce 嘅心情，我更加覺得社區嘅支援唔應該淨係停喺喪親之後，由整理遺物到整理個心情，如果有人同行嘅話，呢個負擔就會輕啲啦。Apple 冇錯啊，無論喺送別過去，定係繼續一齊行落去，呢份愛都需要社區嘅扶持嘅，先至行得更穩更遠。係啊，絕對贊同 Thomas 你講啊！呢份愛同埋支援喺下一張相入邊，你都會見到照顧者喺日常生活中係流露出嚟噶。不如下一段由 Apple 代相中人講下佢哋嘅心聲啊！融洽嘅雙老生活，相信係好多長者向往嘅生活方式。喺相裏邊，我哋可以睇到太太係好細心咁照顧行動唔方便嘅先生，呢一種咁嘅關懷係由彼此不斷表達同埋實踐嘅愛而嚟噶。所謂愛，其實係建基喺忠誠、無私嘅付出，仲有包容，仲有時時都將對方放喺自己嘅心上面。如果長者用呢種態度一齊生活嘅話，都可以成為社區和諧嘅榜樣噶。呢啲咁嘅道理唔係離地噶，其實係最緊要肯放低自己嘅身段，就可以走出美滿嘅婚姻同日常。Apple 講得真係好啊！呢份細水長流嘅照顧唔係官腔式嘅口號嚟，係每日實實在在咁樣帶嚟嘅開心同踏實感。係啊，如果社區都肯主動關懷，多行一步，大家嘅生活就會更自在啦。不過一出到街，佢哋未必樣樣都順利啊，特別喺輪椅出行同埋設施嘅限制。講到公共交通支援不足呢，不如由我講下以下嘅故事啦。對於要用輪椅出入嘅照顧者嚟講，社區設施同埋公共交通嘅支援仲有好多地方可以改善嘅。喺不厭其煩嘅照顧上面，有時候相中呢位照顧者亦都迷思緊，究竟係愛還是係責任去支撐對親人嘅照顧呢？佢成日喺巴士站等，結果因為嗰班車個輪椅位滿晒，又要再等下一班。社區設施都係一樣嘅，唔少商場嘅無障礙洗手間，好似巴士嘅輪椅位咁樣，
一次只可以服務一位有需要嘅人。如果可以增設多一啲方便嘅輪椅使用者嘅設施呢，就可以減少照顧者同輪椅使用者嘅尷尬同埋唔方便。睇完以上3個故事，大家都睇到香港嘅地方真係好細喎，人又多，照顧者無論喺經濟還是日常嘅生活嗰度，面對嘅壓力係相對好重㗎。係啊，Apple。有啲人啊會去黃大仙求保佑，但係更重要嘅係社會資源咧需要投入同支持。Apple 波子，我好同意啊！嗱，所以我哋咧要多啲了解社區有啲咩資源同支援，識得喺適當嘅時候結連同善用。講到最後，照顧親人究竟應該以愛行先，定係以責任行先呢？嗱，呢個可能係每位照顧者都值得停一停、諗一諗嘅課題。多謝大家嘅收睇啊！希望大家透過影片睇到照顧者對親人嘅愛同埋關懷，佢哋只係得到有限嘅社會支援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記得俾個 like 我哋喎，仲要撳訂閱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啊！仲有啊，記得開埋個通知，繼續留意我哋嘅頻道其他嘅片段添。另外，如果想進一步欣賞我哋嘅線上展覽，記得撳下面個連結支持下我哋啦。講到呢度，我哋有緣再見啦，拜拜拜。